而家邀請你畀自己進入一個身體掃描嘅練習，用嚟覺察同埋關懷身體嘅感覺同埋需要。請你選擇一個舒服嘅姿勢，你可以坐喺度或者瞓喺度。假如你坐喺凳上，可以將雙腳平放喺地上。如果你瞓喺度，可以將雙手雙腳放開。合適嘅話，你可以慢慢閉上眼睛，覺察身體被大地承托嘅感覺。而家將個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。吸氣嘅時候，腹部微微脹起；呼氣嘅時候，腹部放鬆。觀察腹部一吸一呼，唔需要去控制呼吸，容許呼吸自然咁樣進出。而家將個注意力放喺你嘅身體，覺察一下你腳趾、腳掌、腳腕嘅感覺，細心覺察一下呢一度任何嘅感覺，唔需要刻意去控制任何嘅感覺。如果冇感覺，可以留意此刻冇感覺嘅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去到你嘅小腿，然後到膝頭，再擴展到大腿，留意呢個位置嘅感覺。吸氣去到你整雙腳，呼氣嘅時候將雙腳放開。而家將注意力向上移，去到你嘅盤骨，留意一下盤骨嘅感覺。注意力再擴展到背脊嘅下半部、背脊嘅上半部，覺察任何嘅感覺。而家將個注意力去到你嘅腹部，感受腹部嘅感覺。注意力再擴展到去你嘅胸膛、你嘅肩膊，吸一口氣去到你嘅肩膊，呼氣嘅時候放開。而家留意你嘅手臂、手踭、手腕、10隻手指，留意整雙手嘅感覺。慢慢再將注意力擴展去到你嘅頸部、面部同埋你嘅頭部，留意整個頭部嘅感覺。注意力擴展到整個身體嘅感覺，繼續讓身體一吸一呼。身體掃描練習將要結束，
感謝自己剛才花時間同自己身體相處，留意一下而家你嘅心情係點樣呢？當你準備好，你可以慢慢打開雙眼，將覺察同埋關懷帶到生活之中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